香港嘅朋友仔，你想喺中山珠海買樓呢？唔係怕你買貴吓，而係怕你聽錯人哋介紹，揀錯咗樓盤，買咗先你後悔啊！點解呢？同一個樓盤，內地本地人買樓呢，優先會睇學位、學區、周邊商業配套、CBD 發展同日後升值空間。但係我哋港澳朋友揀樓呢，考量嘅嘢就完全唔一樣啦。首先優先考慮嘅係環境舒唔舒適，小區夠唔夠安靜。我唔係話邊一邊嘅人唔識貨，只係大家買樓嘅需求根本唔同。好多香港街坊同我講，喺香港打拼辛苦咗大半世，日日生活節奏壓抑，生活壓力一直都好大，所以先返內地養老居住。追求好簡單，唔需要太過繁華熱鬧嘅中心，亦都唔需要紮堆 CBD， 只求居住環境清靜舒適，樓下可以休閒散步，幾分鐘有茶樓、有街市、有診所、醫院，日常生活樣樣便利。最關鍵就係往返香港交通便利，唔使多次輾轉轉車。反觀內地嘅朋友呢，大多數會優先考慮要入戶啦，小朋友讀書嘅學位、學區、上落班通勤，仲要周邊有冇大型商場，兼顧日後亦都要留俾子女去傳承，樣樣都要兼顧。反之，港澳人士根本上唔需要內地嘅學位，子女早就已經成家立室，亦都唔需要住喺鬧市商場旁邊。大半世人日日身處香港繁華鬧市，早就厭倦嘈雜熱鬧，所以熱鬧繁華對於退休或者度假嚟講，反而係扣分。講句真心說話，港澳朋友返內地置業買樓，近關口，交通便利先至係核心啊！就算樓盤再高端繁華，如果每次返香港都要兜路轉車，來回奔波更加攰啊！根本就失去咗養老度假嘅居住意義。所以各位香港街坊打算入手中山珠海養老度假房源，千祈唔好俾網上華而不實嘅廣告誤導。養老置業唔好貪表面高大上，要睇未來幾十年嘅居住質感，住得安逸舒服，日後轉手流通容易，資產保值穩健先至係最實際嘅。如果大家想了解中山珠海各區域同價格嘅分析，可以 PM 我3個8，我將為你貼心解答。我係 Sam， 希望可以幫大家喺灣區實現輕鬆無憂置業。